孤山岛是徛宜兰外海的火山岛，嘛是宜兰人的精神象征。为了保护当地生态，每一年只有3月到11月开放现业的游客来登岛。这座罕有人气的小岛，居民过去拢是靠掠鱼来赚食。1974年，为了配合军事的需求，居民是集体迁村，迁到宜兰大溪渔港去捕鱼啊。时间咧过真紧，1万年啊，已经过半世纪。即卖回乡的青年甲社区的老大人，联手来举办着艺文活动，提升渔业文化的能见度。青年村长嘛为永续的议题来出发，号召渔民组织着环保舰队，呼吁大家伫咧掠鱼的同时，嘛会当散手，甲海洋的粪扫炸转来，守护家乡，守护孤山岛。来看因的故事。我们就是一个海岛，很想要我们的孩子跟海的距离可以更近。如果海洋距离人们太远，那我们就为你带过来。所以我们是加油，渔业能够永续，让海洋也能够永续。艺术有一些回馈的可能，世代会有交流的机会。孤山岛早期的故事啊，一定要记录个传承。8个条会需要平均的。较早孤山岛放风车看啥人放个悬的。对啊。啊，你细汉时都会赢无？这有当时啊啦，有当时会赢。8个月风吹伫天顶飞，亲像带73岁感应村，登记到60年前的婴仔时代。孤山岛的大一般拢差不多90几号、96号、98号。500个、500-600个，大拢全倒伫遮。63年迁村了吼，63年我拄好做兵退伍，退伍啊，就甲大家同齐咧迁村过来。伫宜兰外海的孤山岛，因为火山的活动形成，过去遐有厝舍甲小学是独立生活渔村。1974年，因应军事需求，这个人放迁到宜兰大溪渔港迄单位啊。一直到2000年，政府才开放观光村登陆，也毋过居民又原失去当去孤山岛大的机会。伫孤山岛大汉的感应村，作为里长和镇民代表，伊为37岁开始积极推动成立孤山里，打造渔村的文化馆，都是要想要互孤山岛的文化随着迁村，永远留伫大海的另外一边。民国80几年，才个透过真情，啊90年内政部才同意阮恢复孤山里。恢复孤山里了后，阮就想讲哦，孤山岛的历史嘛好，文化嘛好，也是早期伫孤山岛上的啥，渔业生活的传承啊，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社区的人哦，大家都共同做一个咯龟山岛渔村文化馆。带着过去回忆，感应村登岛返乡，参加在地青年和艺术大学合办的迁村50年的文化活动。早期哦，迄孤山岛，囡仔无迄个游乐场所，啊，就是算个拍春季啦。讲落伊会跳起来上好是喊这个电啊，速率比较高吼。啊，你若安尼，拍免费。啊！你喊电伊就较有呀。再一摆哦，再一摆哦。哦！第3次。你都可以练习。哎，对哦。不错哦。伫大日头骹，孤山岛的景致要亲像当初时遐尔笑着，是讲要食风撇好厝已经无存在。头前这条就是大路，啊，这2边拢有住厝。啊，你住倒位？住伫遐，里长然后前这个巷啊，伊巷啊14条啊，行入来吼。
行到这间厝的后壁，哦，搁正话就是伫遮，阮的厝就在伫遮。做囡仔吼，那拜六礼拜一定爱去山顶种番薯、捡茶。旧山岛曾经开过3遍渔港，但是拢无成功。无成功的情形下，渔船啊就爱拍伫外海，啊再用个新仔船啊接驳，转来就是爱真侪人捡，必须爱合作的，嘿，才有法度通啊伫这旧山岛生存嘿。从高处俯瞰，龟山岛的旧有聚落和自然生态尽收眼底。对居民来讲，这里除了是乡愁，也希望是文化传承的起点。我在宜兰出生跟长大，那当然这个是长辈们的记忆跟家园所在。长辈的童年经验是铭刻在身上的嘛。那来到这个地方，当风筝再出现，当风吹起的时候，那它其实自然而然就会回到他的那个童年的经验里面。为听故事囡仔变做广告的返乡青年，每一遍回来拢是恩建岛对文化传承深度的思考。背后你所看见的这个，其实就是龟山岛上面的这个石头墙留存下来的这种石头的造型是少的，难以被拆除或者是不易被拆除的这些都是比较接近当代的。那比较早期的，其实今天都已经说看不到了。其实绝大多数人是比的草皮，说这个是我家，以前我家的正面啊，在这里啊，如何。你会发现说，不论是这个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它也是被火山掩埋下来的古城，或者是在日本，它其实有很多，它是把旧有的街道完整的保留下来，甚至修复，就是透过我们越理解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找到保留它的方法。对着当年青春的路线，来到地区渔港边的社区，看到青年艺术家用设计延续时代囡仔时代的趣味，把教室的场域拉到校外，然后进入社区，进入当地的文化。像这个同学他就用了很多蝴蝶，然后做了一个72角风筝这样。那这边就是8角风筝，利用透明的效果把这个光影表现出来，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龟山岛的形象在上面。我们就从去年开始就一连串的走读工作坊，请这个当地祈祷教我们在龟山岛的这些特别的工艺。为都市的故事出发，艺术大学的学生讲出创造的理念。去过那边场勘，你看到就是龟山岛里面有一些特有种，我们对蝴蝶这个造型特别感兴趣，颜色或者是形状表现出当地各种不同的蝴蝶。在做的过程中，会想到说这是龟山岛的文化的一个部分，每一个元素都很有它的脉络可以去追溯，这样就是蛮有趣的。那我自己个人最喜欢就是鼠狼的部分啦，因为就是可以有做成很多工艺品。鼠狼是一个根茎类的植物，当地人用来染布用的，暗红色，然后有点咖啡色的这样的色调，因为他们穿的衣服或者是渔网如果没有透过这个鼠狼染了之后，它其实是很容易就坏掉。所以呢，当时看到龟山岛的人来，都会讲他们穿着洪水衫这样。真的有机会就是走出我们这个小空间，然后到一个社区，然后进行参与。我觉得就是提供新的眼界。那个世代会有一些交流的机会然后祈祷他们。以前也会觉得我会这些工艺有什么用，可是当他们变成讲师之后，他们那个光荣感好像回来了。艺术可能是一种贡献，有一些回馈的可能。前面有一个段落，然后我会写作整体，就是整体描述。外海的艺文展览空间，嘛是恩建岛甲在地青年活动的所在，号名海波浪。就是在龟山岛社区出生成长，那成年之后就离开，去到城市嘛。2016年的时候是我阿嬷过世的时候，人过世会给自己很多提醒，那我就想说，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理解自己的环境。为了保存玉美社团的喜法，因准备迁入社区，拜访一个资深的老镇长。那当然我们会去访谈一个社区很重要的长辈，他拥有很多那个在龟山岛上的传统的记忆，这整个社区环境都是这整个在龟山岛上集体迁村的住民之后就在这边一起生活这样。溜溜，好，多谢。就是像之前讲，因为今年迁村50年嘛，咱嘛有伫做一撮渔具渔法的调查。
鱼啊是伊家己拍记号啊，是伊家。嘿，这拍记号。哦，就是火船拍记号。将游直去咯。因伫船啊，伫海面上的时阵，就是像伊头先话安尼嘛，船某就是伊来指挥安尼。嘿，好，更好啊！像我是讲好起网啊，是安尼画嘛。哦，就是。还是手臂讲加画，手加臂讲起起来。安尼。啊，那是你安怎画？扭起来，安尼啊，透过纸张。声音、纪录片、展览、行旅的内容。如果海洋距离人们太远那我们就为你带过来。如果你真的想要前行的话呢，那我们就一起同行。空色的海洋孕育世代纪年，如今所面对着生态危机。恩建道小弟恩树勇用另外一种方式守护家乡。上天的鱼会一港，想不到也阁有白礁本色。在捕捞的过程中，除了一些渔获啊，还有一些垃圾的部分。如果我们不断的就是说将渔获拿起来，那剩下的垃圾如果再把它丢回海里，那每天都这样子日而复始，那这样子是不是垃圾会越来越多，鱼会越来越少？在海上讨谈，会真重视环境的议题。2022年，王世勇在大溪渔港成立环保舰队，掠鱼啊，同时将废弃物护起来。大溪渔港的真正在作业大概是90几艘船，将近有40艘船的环保舰队加入了。一艘船大概是2天就能够带回将近15到20公斤的这些垃圾。在去年统计，我们这带回来垃圾将近7000多公斤。以前有时候下一网大概半个钟头或者1个钟头就满载而归了，现在没有了，鱼是比较少，保特瓶的还有那个流刺网那个也很多。第一次听到人家说环保舰队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后来是听我们这个黄世颖讲我才知道啊。少年给你建议，你嘛袂感觉讲。别，顺手给砸断啊！海洋可别有那垃圾了。一开始在招募的话，他其实是的确他没有那么的容易。看到老团长他们加入，其实也很开心因为也觉得说他们认同我们这样子一个行为，可能也影响旁边周遭的人，影响到周围的一个渔港的一个环境。环保舰队渐啊有规模了后，伊嘛开始思考免怎互废弃资源循环再利用。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机制，将保特瓶啊、保丽龙，然后废弃浮球分类清洗，做成一些再生的东西。保丽龙球破碎之后，热压成板材，然后之后就可以切割成我们所想要的样子或产品，包括说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桌椅，然后以及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像家具的板材一样。毕竟我们还年轻啊，还需要好几十年生活在这个渔区啊，子孙也会希望他们来接，把干净的渔场给下一代。龟山岛渔场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渔场之一，对当地来讲，渔业资源它并不只是一个经济而已，它也是文化，它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它甚至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政府该做的并不只是鼓励他们去把垃圾收集回来而已，应该要提供给渔民一个更完整的政策框架，让鱼群恢复，一起来努力保护这个地方的环境跟文化资产的。当真济渔村出现人口老化，地区渔港煞甲人无同，青年若当个海港食头路，佮带领佮较侪人深入了解渔港的文化。平常如果是来渔港最热闹的时间，大概我们都是抓1点，它1点开，慢慢的开始，船会回来，一直到5点。很想要我们的孩子都可以跟海的距离可以更近。来的参与者，他们可能对渔业的知识，或是对渔港的议题并没有那么熟悉，它就是一个真正劳动生活的场域。你会发现会不会自己是一无是处？我也不会处理料理，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鱼叫什么名字。那我会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土地上没有一个很扎根的感觉。对，我想要透过这样子把我的那个根给找回来。人毕竟会老啊，少年呢，都来对了鼓山岛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一定有帮助的。
作为一种地方的生活者，我自己是希望说，让我的工作形态也可以更多的机会可以回家，然后跟家里的人互动。不管怎样啊，孩子就是在身边是最好。太平洋的鼓山岛是宜兰人精神上顶，也是海洋文化传承的基地。无共世代的人选择做伙打拼，在千村半世纪了后，继续写因的故事。